百工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甲大家紹介的主題，就是我伫利便商店講台語。唔知啊，大家敢有早起時啊，趕上課，用要無時間買早頓，還是放學以後啊，趕補習，無時間買點心的經驗呢？那拄到這款情形啊，利便商店就是咱上緊、上方便的所在咯。有時陣啊，咱就要和朋友做伙來討論一下功課，討論一下代誌。一時啊，煞找無地場啊，這個時陣啊，學校附近的利便商店也是真方便的所在哦。但利便商店就是華語講的便利商店，台語啊，也有人叫伊便利商店，也是24點鐘柑仔店。根據統計啊，台灣的利便商店攏總啊有超過13000間啊，迄密集的程度啊，是全世界第2名。會當講啊，咱行無幾步，就會拄到一間利便商店。那安尼啊，佇利便商店，咱要安怎用台語來對話咧？今仔日個百工講台語，咱特別來和大家做伙來探討。咱一踏入去利便商店啊，迄開門的音樂一點，店員啊，就會真好咧，因就會話講歡迎光臨。刷落來啊，店員嘛有可能閣講啊，今仔日咖啡第2杯半價哦，歡迎寄杯，也是講啊，冰淇淋買一支送一支哦，這係宣傳的話語啊。總是啊，無論咱對店員所講的這個咖啡啊、冰淇淋啊，這個物件敢有興趣啦，迄啊，攏是結銷的時才會處理的代誌。即馬咱也是愛先甲咱要買的物件經好好。若是咱唔知影要愛的物件，也是要用的機器放佇倒位啊，咱會當直接甲店員問講，請問啊，冰角放佇倒位，也是講請問 iPhone 佇倒位，安尼啊，店員就會真好咧，甲咱講啊，迄啊，對面的冰箱上下面就有啊哦，也是甲你講啊，櫃台倒手邊迄台就是啊啦。等到咱物件買好，代誌辦煞要結銷的時啊，店員佇結銷進前，攏會問咱2個問題啦。第一個是敢有會員，第二個是敢需要載區。這個時陣，若是咱有會員，就甲店員報電話號碼。啊，若是需要登錄載區啊，咱就甲手機啊 APP 點開，互店員掃頂面的條碼，安尼啊，就完成咯。若是咱無會員，嘛無需要載區，嘛會當直接甲店員講，攏無發票啊，直接印出來就好。等待結銷結好，若陣你要買的物件有較濟啦，店員有可能嘛會問你講，敢需要塑膠樂啊？這時啊，咱就會當甲店員講買，還是唔免，咱直接甲店員安尼講就好。恁看用台語佇便利商店買物件是毋是真簡單？安尼任務就完成咯。上尾啊，咱來學習今仔日的句型。請問放佇倒位？敢有會員？敢需要載區？攏無發票直接印出來就好。敢需要塑膠樂啊？各位觀眾朋友，今仔日的百工講台語就講到這，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。會記你去利便商店練習看賣哦，咱後擺再會。